親愛嘅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我哋要一齊來思想耶穌基督喺世上嘅醫治事工。呢個唔單僅係福音書中嘅奇蹟故事，更加係神對人類深沉慈愛與憐憫嘅具體展現。耶穌嘅醫治行動超越咗身體嘅疾病，觸及到人心靈嘅深處，帶嚟全面性嘅恢復。讓我哋透過呢啲經文，一同領受佢嘅教導，並將咁樣嘅愛帶入我哋嘅生活中。耶穌嘅醫治總係出於佢內心嘅憐憫。馬太福音9章36節話俾我哋知，當耶穌看見人群時，佢動咗慈心，因為佢哋困苦流離，如同羊冇牧人一般。呢種憐憫唔係冷漠嘅同情，而係深切嘅情感反應，驅使佢採取行動去幫助嗰啲需要援助嘅人。呢個提醒我哋，作為基督徒，我哋唔能夠只停留喺口頭上嘅關懷，而係要實際咁進入別人嘅痛苦中，成為佢哋嘅支持同安慰。無論係喺家庭、教會定係社會中，我哋都應該學習耶穌嗰種敏銳嘅觀察力，睇到他人嘅需要，並以行動回應。喺馬可福音1章40至42節中，我哋睇到耶穌如何跨越社會禁忌，伸手觸摸一位麻風病人。當時嘅麻風病患被視為不潔，被迫同人群隔離。然而，耶穌卻選擇接觸呢位被排斥嘅人，並宣告佢嘅潔淨。呢個舉動不僅治癒咗佢嘅身體，亦恢復咗佢嘅尊嚴同社群歸屬感。呢個讓我哋明白，真正嘅憐憫唔只係解決問題，更係要尊重每個人嘅價值，唔理佢哋嘅處境如何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，或許有啲人因住貧窮、疾病或過去嘅錯誤而被邊緣化，但我哋應該好似耶穌一樣，用愛嘅眼光看待佢哋，並給予佢哋重新站立嘅機會。耶穌嘅醫治事工仲特別強調身心靈嘅整全恢復，例如喺馬可福音2章1至12節，4個朋友將一名癱瘓者抬到耶穌面前，耶穌首先赦免咗佢嘅罪，然後先至命令佢企起嚟行走。呢個表明耶穌深知人嘅痛苦往往係多層次嘅，可能涉及身體嘅疾病、內心嘅羞愧以及靈魂嘅掙扎。因此佢嘅醫治唔只係表面嘅康復，而係深入到人嘅核心，帶嚟全人嘅改變。呢個提醒我哋，當我哋關心他人時，唔能夠忽略佢哋內心嘅感受，而係要用心聆聽，了解佢哋真正嘅需要。另一個動人嘅例子係馬可福音5章21至43節，耶穌使亞路嘅女兒從死裏復活嘅故事。當耶魯向耶穌求救嘅時候，佢嘅女已經奄奄一息。然而，即使消息傳嚟話佢已經去世，耶穌仍然帶住信心進入屋子，吩咐佢起嚟。佢對悲傷嘅屋企人話：點解亂嚷哭泣呢？孩子唔係死咗，係瞓着咗。呢個簡單嘅一句說話，卻充滿咗平安與盼望。耶穌嘅態度顯示出佢對情緒痛苦嘅敏感，並且願意用佢嘅能力取代絕望。呢個鼓勵我哋喺面對人哋嘅哀傷嘅時候，唔好急於提供答案，而係先陪伴佢哋，俾佢哋感受到被理解同支持。此外，
馬可福音5章25至34節描述咗一位患血漏12年嘅婦女偷偷摸耶穌嘅衣裳台子而得醫治嘅經歷。耶穌注意到佢嘅觸碰，並公開認可佢嘅信心，對佢話：女兒，你嘅信救咗你，平平安安咁返去吧。呢一刻，耶穌唔單止治癒咗佢嘅身體，亦都肯定咗佢嘅勇氣同價值。呢個提醒我哋，有時候人們嘅痛苦係隱藏嘅，不易被人察覺，但我哋仍需細心留意，主動關心嗰啲低聲呼求嘅人，讓佢哋知道佢哋並不孤單。耶穌嘅醫治事工亦彰顯咗打破界限嘅重要性。佢不分種族、性別或階級，向所有人伸出援手。例如，佢醫治咗敘利腓尼基婦人嘅女兒，馬可福音7章24至30節，同羅馬百夫長嘅僕人，馬太福音8章5至13節。呢啲例子挑戰我哋放下偏見，以開放嘅心態接納每一個人。喺現代社會中，我哋亦需要效法耶穌，跨越文化差異同個人成見，將愛延伸到各個角落。咁我哋該如何將耶穌嘅醫治精神應用喺今日嘅生活中呢？首先，我哋要學會睇透表面嘅症狀，挖掘背後更深層嘅原因。其次，我哋要尊重每一個人嘅尊嚴，用溫柔嘅態度對待佢哋。再者，我哋要勇敢走出舒適圈，去接觸嗰啲需要幫助嘅人。最後，我哋要提供實質嘅援助，例如食物、交通或醫療資源，同時亦可以參與社區服務，共同改善社會嘅困境。好多現代嘅例子啟發我哋延續耶穌嘅醫治使命，例如保羅法默醫生一生致力於為貧窮地區提供醫療服務，佢嘅工作正係耶穌服侍邊緣群體嘅寫照。仲有安寧療護工作者，佢哋陪伴臨終患者度過人生嘅最後階段，展現咗耶穌般嘅同在與安慰。此外，心理健康計劃、戒毒輔導以及慢性病管理等項目，亦都反映咗耶穌整全醫治嘅理念。總結嚟講，耶穌嘅醫治事工教導我哋，憐憫唔係空談，而係付諸實踐嘅行動。佢要求我哋進入人哋痛苦，並以具體嘅方式促進佢哋嘅恢復。正如馬太福音25章40節所講：我實在話俾你哋，呢啲事你哋既做喺我呢弟兄中一個最細嘅身上，就係做喺我身上啦。願我哋都能擘開眼睛，睇見周遭嘅需求，相信每一件微小嘅善行，都係喺度彰顯基督嘅慈愛之心，為呢個破碎嘅世界帶嚟光明與希望。阿哋。